Hello， 大家好，灣區接篩選，今期帶大家嚟到珠海嘅金灣嘅航空新城，距離港珠澳大橋只需要20分鐘嘅時間。今期帶大家睇一個樓盤叫粵海十貴府，向住嗰邊大概10分鐘嘅步行路程，只需要90萬左右可以買到2房到3房。當然咧，大家好關心我買樓之後周邊嘅一啲配套啦，同埋我可以享受啲乜嘢嘢咧？我而家現處嘅位置咧就係金灣航空新城嘅華發商都呢度，周邊1公里範圍之內咧，所有嘢全部都齊全晒㗎啦。可以睇到我身後嘅呢一座金灣藝術中心，就係我哋嘅劇場嚟嘅，有埋啲話劇表演啦、音樂劇啦，同埋一啲大型嘅表演都喺呢度做嘅，同埋一路過嚟到個 B 棟、C 棟位置咧，就我哋嘅市民中心、稅務、居住證、車牌等等之類喺呢度辦理。好多香港嘅街坊咧就去慢啦，咁我去到大陸之後，我需要做一個車牌認證，需要辦理居住證，就只需要喺呢度全部一站式全部做完晒。接住落嚟嗰等白色嘅建築就係圖書館，超10萬冊嘅圖書任大家親看、觀看同埋免費嘅借領嘅。一路過嚟移過去到嗰個黃色尖頂嘅位置咧，就係無林酒店，一啲冰雪天地遊玩嘅場地細路仔玩嘅地方。佢背後咧就係一個濕地公園，大家食完飯之後可以落街行下步，呼吸下啲咩新鮮空氣啦，完全都冇問題嘅。咁接住落嚟進入我哋嘅主題，一個超大型嘅商場華發商都。咁好多樣嘢咧，衣食住行入邊所有啲鋪頭全部都開通晒㗎啦。而家接住落去，我帶大家去睇一睇呢啲嘢先。而家進入我哋嘅主題，入翻嚟我哋而家11樓2梯5房嘅設計，睇下呢個04單位77平方嘅。首先入到嚟咧，你見到呢個實木嘅大門啦，一個電子鎖啦，智能電子鎖全部有齊晒嘅。入門嘅鞋櫃，同埋我哋呢個左手邊入門左手邊呢一個廚房。廚房咧呢3件套就全部包埋齊晒㗎啦，而且係一個明柱嚟嘅，較細光線。同埋咧，你會見到呢度有一個冰箱位啦，一個燈開門嘅冰箱，我係放喺呢個位置嘅。入邊咧就一張圓台，做咗一間4人台。咁到期時其實按照你家庭用嘅人數咧，你可以計翻6人啦，或者點樣都得。一個3米7開間嘅廳，你可以坐喺度睇電視咩，個舒適感絕對係足夠噶啦。我係明顯感受到77平方嚟講呢個戶型，雖然積數唔係好大但係你用起身絕對係夠用。出翻嚟陽台，而家朝東面位，直接望到過去嗰個麥科酒店嗰度就係我哋啱先影片所展示出嚟嘅華發商都嘅位置。同埋呢個陽台咧，預留咗一個烘乾機同埋洗衣機嘅位置，你頂上咧或者有啲晾衫架，全部都 OK 嘅，可以做到。咁入到嚟就我哋而家講緊呢個樓盤最為關鍵嘅。所有嘢都係送嘅，我哋而家公司買樓送衣櫃、送床、送被單、送窗簾，全部嘢送齊晒。呢一間主人房身邊落床，個廳個窗咧就向東嘅。門口位咧，我哋就送咗呢一個衣櫃啦。你睇睇呢間房，再嚟睇埋呢個衣櫃，一個足夠深度嘅衣櫃啦，差唔多接近90公分嘅一個衣櫃。擺心嗰啲全部足夠晒㗎啦。右手邊可以睇到呢啲衣櫃全部都係贈送嘅，書台、榻咪呢個嘢全埋，床單、被褥、枕頭全送。個新房一次嘅設計，但係咧就做咗一個洗手台同埋廁所分開嘅設計啦，乾濕分離呢啲都做好晒啦。你可以睇到
正常你如果早高峰你去翻工去翻學嘅時候，你就唔使去喺度爭廁所。咁嗱，呢間細路仔房全部睇到嘅，所有嘢全送，連埋張凳仔都送埋俾你。嗱，其實呢個樓盤就喺航空山城呢個區域嚟講係一個上車盤嚟嘅。你包括埋其他樓盤2萬幾蚊嘅單價，呢邊15000蚊嘅單價，而且係送埋咁多嘢，你唔使去煩，唔使去買咁多家私做衣櫃乜嘢，現樓交付，買完即刻可以住得。OK， 我哋睇睇再細嗰間先。而家就睇下呢一間，成個金灣區入邊咧最細嘅住宅單位，在售嘅上車盤，66平方入到嚟睇一睇。入門左手邊一個廚房嚟嘅，亦都係我哋呢個樓盤嘅交標。咁我哋交標咧就冇嗰啲定制櫃嗰啲嘢啦。你又見到我哋啲乳膠漆、地板、牆面，基本上啲電啊、電腦全部做好晒。你買埋啲家私，家私就梳化、茶几、電視，咁 OK 噶啦。咁但係咧，我哋入邊仲有床啊嘛，仲有定制櫃嗰啲嘢需要嘅。咁我哋公司今次做活動，全部都送齊晒呢啲嘢。我哋喺你收樓之後，全部都送齊晒。你只需要買梳化、買茶几。呢個66平方咧就2房嘅設計啦。一間主人房，一間細嘅房。當你入到嚟睇呢一間細細地嘅咧，你一定要做嗰啲榻榻米嗰種噶啦。係啊，做一排定制櫃，跟住你有足夠嘅收納空間啦，包括埋書台嗰啲嘢，你全部我哋都送齊晒。嗱，呢邊就洗手間位置。點解我哋今次嚟影呢個樓盤呢？其實就因為佢足夠細。好多人其實我唔想喺大陸投資到咁多嘅錢啦，細細地銀碼我可以買到一間上車盤。金灣呢個區域絕對適合你，而且佢雖然細話細喎，唔係話冇景嘅喎。你出嚟陽台望一望，遠處望出去一片好開揚嘅景觀。10分鐘你到華發商東，學校、醫院、會展中心、藝術中心，乜都有，齊晒。仲想要啲咩？你仲想要啲乜？呢啲咁嘅嘢係嘛？100萬唔到呢一個上車盤，想睇樓即係揾我呢啲聯繫方式去睇睇。OK，下期再見。